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，今仔日是921大地动版21周年，嘛是国家防灾日。有手机啊，乡亲，早起的9点21分，应该拢有收到国家级的简报的这个警讯。嘛，未少的学校拢伫早起来做防灾的演练。另外，早起的10点59分到11点01分，全台湾的无线甲有线电视系统的业者，拢甲频道迁换到第13台公共电视台，来播出着防灾出事的消息。都是希望大家当做伙来演练，拄着地动应变的3个顺序，都是拍咧、吹暗号，甲家己稳好调。老师带囡仔向前冲，囡仔虽然讲个性还袂困醒，但是拢真配合。本来卡穿的拖仔，即马放伫头顶保护头，高高定定的册本嘛是共款，或者是讲直接米伫倒仔下骹。最后大家拢走去较空旷的所在避难。我们找一个安全的地方，跟着你们的老师。为着互民众有安全的意识，袂少学校拢进行防灾的演练。伫咱头拄看到的台东县立新生幼稚园的囡仔，还佫有宜兰南澳国小配合921国家防灾日的宣导，嘛有防灾演习。毋若是低头套做避难的动作，过程当中若是有人受伤，嘛要斗相共。这过程拢伫演习的项目当中。为着提醒大家对于地动的警觉，透早9点21分，大家手机应该拢有收到政府发出的通知，就是地动预报的演习。另外，透早10点59分到11点01分，全台湾电视系统的业者嘛拢主动切换到第13台公共电视台有防灾的消息。我们办理国家级的防灾演习，就是希望大家做伙来演练地动的时阵，到底爱安怎做才会当保命，才袂讲到时熊熊唔知要安怎。